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是那个我们家15号啊，15号后面那个是14号，她们两姐妹在这边砍柴，这个。nó có sáng này thiên không？ 这是我们14号和15号啊，两个姐妹。现在我们那个砍柴好了，准备回家了。阿妹，看这边一下，阿你么么哒。阿你么么哒。这个是姐姐啊，这个妹妹。阿你么么哒。对，准备回家了。喜欢老挝，给我们点个爱心加关注，看老挝。这是我家妹妹啊，家妹妹说脚啊，家妹妹看这边一下，家妹妹还有点害羞。他们在河里面，在河里面洗澡，那边也有人啊。这是老挝洗被子啊。มาสักดันเผาแม่มีคนสบินกันแม่13号ใช่ไหม13号我家保安，我家保安，在河里面睡觉了，刚洗被子，这样洗被子的好舒服。你要把手高了，不看那，手高了，你们不看那吹了啊，把老那吹了，没有了。家弟媳妇的妹妹啊，13号啊。这是老挝啊，老挝的河。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家那个小姑娘。这是我家保安，保安，干嘛呢？洗被子。洗被子吗？对啊。这边洗被子，洗得很大。